所以来关心咱个农友关心的代志，这个政府推行这个反渗透法已经通过啊，这敢会影响到农友？高雄大树金泉往来麦子的产量是销到中国，有农友在咧烦恼讲，这项法案通过了后，会引起中国的不满，产生一寡敌对意识，无想要买咱的农产品，会造成这往来无法度销到中国。也不过农友跳出来讲，若讲这往来品质过了会好，未去倒位拢共款。 台湾已经反渗透法正式参透，但是靠外销中国农民会担忧。农民袂用咧套地啊，高雄大树金泉往来品质好，外销内面九成是中国。即马反渗透法通过，就惊引起中国对立的意识，无愿意采购，地势无效。伊莫针对大陆安尼落啊，是惊伊会讲甲你这咱进口入出要入去的农产品，甲你冻起来安尼，啊，就烦恼安尼尔。 往来采收期伫2月，目前也看袂出影响，都惊过年后外销管道出问题。不过有另外一派的农民并无认同。拢正当的生意人啊，规矩咧交易啊，所以袂影响甲真严重就对啦。马这位协助外销的贸易商，无可能通路只有中国。因贸易商是世界生意，各国拢去做，吼，无一定就是中国。 台湾2018年往来产量58万吨，外销量总往来是3万吨左右，占比大约是1/20。中国市场确实重要，但是国内需求市场嘛比所想的还较大。